又懶。屌！你而家浪費咗時間啦，你浪費生命添，工友咪話講浪費時間喎，你而家仲未夠浪費時間。巴士啦，仲有巴士啊！因為可以俾完錢就坐喺度，坐到夠，坐到就走人啦嘛。嗰啲要落去下邊嗰條路，又要搭電梯，又要嘟卡，又要搭電梯，又要等車，跟住斷線。你咪有適量嘅自虐症咧，或者係指定係中意搭地鐵咧？係。係。外邊啊，大路啊，咁咪行咯，你指住我知咯，我知嗰度啦，你唔行都冇用㗎。試下未啊？特價優惠買嚟試下啦。點解你條路咁崎嶇嘅？明明你只要肯行就得㗎咯喎，唔係個對面呢度啊，呢度啊，你咪搭到翻去啊？好啊。咪係呢度咯。